早晨，歡迎收聽晨鐘課，每天都是新的起點。今日係12月17號，題目係聖經的一致性。經文記載喺使徒行傳17章11節。這地方的人言於帖撒羅尼迦的人，甘心領受這道，天天考察聖經，要曉得這道是與不是。聖經之中最難同步嘅部分之一係列王紀上下同埋歷代志上下中希伯來列王年表。經過數百年嘅深入研究，學術界得出結論，就係某啲差異只係聖經喺記錄嘅時候有所偏差。例如，點解喺列王紀下第9章29節嗰度話，猶大王亞哈謝喺以色列王約蘭在位嘅第11年登基，而喺第8章25節嗰度卻話係喺第12年呢？當愛德溫·泰勒仲喺芝加哥大學東方研究所學習嘅時候，就打算以聖經之中矛盾為題撰寫碩士論文，但係佢嘅指導教授歐文唔想重提咁樣一個無解嘅主題。不過最終歐文仲係允許泰勒以呢個內容作為佢嘅博士論文嘅主題。泰勒以聖經絕唔會自相矛盾為前提，試圖為呢一啲不一致嘅記錄揾到合理嘅解釋。泰勒思考咗共同攝政同埋治理重疊嘅情況，甚至仲考慮到王登基嘅月份。隨住研究嘅深入，泰勒發現咗有好多明顯嘅差異，都係因為雙重紀年法造成嘅。王在位嘅第一年，有時會被視為登基年，有時則被記錄為統治元年。1943年12月17號，愛德溫·泰勒獲得咗芝加哥大學嘅博士學位。佢嘅論文成為聖經年代學方面嘅經典之作。呢位著名嘅福臨教會學者嘅研究成果，先係發表喺近東研究期月刊上，後被編入希伯來列王計數之謎呢本書當中。的確，懷疑論者曾經將聖經之中難題作為反對聖經嘅論據，但係事實遠非如此。呢啲正正就係佢神聖啟示嘅有力證據。好多時候，問題唔在於聖經本身，而係在於人喺理解上嘅局限。透過深入研究，我哋嘅問題可能就會迎刃而解，疑慮亦都會消失不見。今日晨鐘課就嚟到呢一度啦，願喺新嘅一日，你都會與奇妙嘅救主耶穌基督有更深刻嘅交通啊！歡迎你聽日繼續收聽。